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的天狗日疫情昨搁增加2例，是对住伫三明区的兄弟仔，开学之前，当下病毒病例增加，医生呼吁爱紧注疫苗。中国解放军明仔载要办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挑人到北京咯，陆委会是警告，若配合宣传会处罚。好像顶个月底回答黄玲芬来台湾是替川普施压，台积电的利润就爱互美国抽成，也毋过台积电强调单纯是受邀来演讲。来看高雄的天狗日疫情，昨搁增加2例，是一对住伫三明区的兄弟仔。卫生局表示讲，这2个人最近是无去过一区高山区哦，为着要来找找感染源，嘛已经送检体去做基因比对咯。今仔早起嘛针对三明区的原中里4个位啊来消毒环境。今天有贴单，要检查喷药，有人在吗？卫生局人员叩门大声喊，看有人伫厝无，要安排环保人员入去消毒。因为高雄除了高山发现10例天狗热病例，初一阁公布三明区出现2例天狗热病例。这2人是一对40外岁兄弟仔，二爸发烧，人无爽快去病机，医生主动采检验出来的。卫生局伫病患徛家附近掠到9只蚊仔，研判疫情摊开的风险真悬，初2早起就需安排人员来消毒。事先做那个防护啊，把迄中药看的啊。那喷的时候，你要事后要整理比较轻松了。应该这是重点区域了，所以大概就是那登革热流行前，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喷药。哎呀，这旧社区没有办法。虽然拢是旧部落，不过三明区的人较济嘛，住较捌，所以疫情防治阁较困难。卫生局强调，除了厝前的环境整齐以外，亲像楼尾顶、甲年前等等的所在，拢袂当积水。呼吁民众爱配合整理摒扫，因会加强稽查。只要发现积水、生水区，就会开单处罚。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安排三明区的的紧急防治工作，包含家户的资源清除以及喷药工作。那预计在这个礼拜之内要完成2000户的这个紧急防治。因为高山甲三明出现的头一例，拢是由第一线医疗单位主动发现通报的。卫生局也提醒，住伫这2区的居民，也是这2礼拜捌去过相关警戒区域的民众，若是有出现发烧、头痛、关节痛等等技术天高热的症头，都要赶紧去病机，同时主动甲医生讲即站的行踪。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卫生福利部的一管署监测资料显示，讲顶礼拜8月24到30，桃园肠仔病毒门诊节目就诊就将近1200人次，肠仔病毒就要开始施行咯。拄啊开学，有医师就提醒讲，除了肠仔病毒，阁有流感、新冠等真侪病毒，嘛真够烧话哦。拄啊去读册囡仔，就爱特别细腻。儿童门诊急诊来去看病的人真正侪。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顶礼拜8月24到30，桃园肠仔病毒健保门急诊就医的人次1106人，瓦近桃园肠仔病毒流行率达1200人。医师建议注疫苗来预防肠仔病毒71型重症。单打完肠病毒71型的疫苗也没办法完全预防肠病毒的感染，因为肠病毒有非常多型，其他的型别有重症几率就相较于肠病毒71型比较少。开学拄啊是肠仔病毒发作的流行期，医师提醒，肠仔病毒所引起的重症病情变化快速，尤其5岁以下的婴幼儿是高危险群。定来看初期的症头包括39度以上的发烧超过3天，手脚也有喙内出现尖孔大细的红点，也是出水泡。若是出现真爱困、无啥在人、持续会吐、会喘、慢慢、喘气真急，这个重症发作前的症头，拢爱赶紧送医。洗手的时机有要上厕所之后、吃饭之前，这些都要留意。然后玩完游戏返回教室的时候也要洗手。如果孩子经过医师诊断是肠病毒的话，应遵守生病不上学的一个原则，特别注意重症早期的一个征兆。卫生局提醒家长甲教托机构应该爱教厝内的细汉囡仔甲机构内学生囡仔，确实做好个人的卫生，若是正确洗手、吸、撸、冲、碰、拭这5步。若是学生囡仔经过医师诊断感染肠仔病毒，应该遵守破病莫上课的防疫措施，并且爱甲其他婴幼儿小可隔开。记者采访报道。
明仔载9月初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国军表扬大会，颁奖予伫台海前线的部队。面对两岸情势紧张，赖总统是强调讲，9日海战甲823炮战的胜利，展现出真正的和平，是来自团结抵抗侵略的决心。9·3军人节要到，总统赖清德初2亲身出席国军表扬大会，颁国军楷模顶186个奖，包含真济伫台海前线作战的部队，鼓励官兵的士气。针对中国去年派出超过5000架次的中国军机，结合中国军舰侵扰台湾，这届得奖人员就有空军的 F-16V 飞行员、甲海军甲非军舰的官兵，分享因保卫领空、守护海上领土的经历。针对语言这个困难的部分，美方也有教官来协助教学，那师资的部分也有在旁边协助翻译，那让学员能够更快的了解相关的知识。另外，陆军接种地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去美国受训的政治教官得奖 M1A2T 特别成军，代表陆军装备转型。针对中国和台海情势更加紧张，赖总统勉励时讲到，对2战胜利到9日海战，一个823炮战上宝贵的教训，就是团结一定赢，侵略一定失败。9·2海战以及823炮战的胜利，更证明了真正的和平是来自于团结抵抗侵略的决心和坚强的实力。也那中国要举办9·3阅兵，外界解读有军事扩大，像抗战胜利为举权。将陆军司令李尚洲强调，抗战胜利是引导中国上好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强调公理正义的正当性，国家的主权永远不在我们的手上。针对中国最近几年对台湾军演，李尚洲分析，中国和机场无法度运作，电子侵入超商的任务，引发的冷杀效应对个人的影响，是比当兵军演的硬杀效果更较好。国防部初2是发布，侦测到10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湾，也将中国初5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 ADIZ， 国军严密应对处理。公司新闻参报道。中国解放军明仔载初3要办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虽然陆委会已经真侪届呼吁国人都莫去参加，也毋过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就讲，伊人已经到北京了。国民党的立委林书明是认为这是伊个人的行为，袂应得代表国民党。陆委会嘛警告讲，若政党还是个人参加相关的活动，涉及中国方面有配合宣传等合作的行为，得以两岸条例来处罚。如果真的还是有国人不听劝阻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依个案来去做进行处理。陆委会几啊届发出警告，强调中国9月初3伫天安门庆祝2战80周年的阅兵，是想要篡改历史，强化因一中的原则，进一步消灭中华民国。不过，顶日传出台湾有几啊个统派甲犯人的人士拢会出席。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伫初2证实，前日暗就已经到北京，强调伊捌做党魁。有责任延续这段抗战的精神。伊讲历史袂当放放袂记哩，若毋是苏当时国民党甲共产党合作，那有可能保全中华民国。毕竟他现在已经不在其位了啦，不是代表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哈，所以他的其实上他还是代表他个人前往。基于宪法上保障我们迁徙自由的规定的政府不用做太多的一个联想。南亚立委林书明表示，洪秀条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因为一般的民众家己去，只要符合规范，就无必要严格限制。不过，民进党立委陈培如认为讲，中国对台湾充满敌意，甚至打压，对洪秀条的行为无法度认同。他到底是要去面试他的下一份工作，还是打算传达什么样的意念回到台湾来？我想他自己应该回来跟国人说清楚，不要每次都躲在中共的镜头底下发言，不敢站到台湾的土地上，向台湾人民、向国民党支持者说明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疑似背叛台湾的行为。针对这点，陆委会除了呼吁捍卫国家的主权甲尊严，嘛警告只要涉及甲中国任何形式的合作，亲像签署协议、备忘录、发表共同的声明，或者是配合宣传，主管机关会照两岸条例等等相关的法律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众党前几日办走讨的活动，过程中是甲警察发生冲突，嘛造成8个警察受伤。总统府甲行政院拢表示谴责，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决心甲做法，袂当受到任何的挑战。
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惠是强调讲，执优法是会当来讨论，也毋过袂当攻击警察。北检今仔早起嘛证实讲已经分案来侦办，不过枪是来做被告，会传唤伊到案来说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顶日带带领群众举行司法解决公平交通的活动，过程当中甲警察爆发冲突，党主席黄国昌抨指控甲警察算暗棍。司法程序已经在侦办当中，我们就尊重司法程序的侦查。交通的过程当中有8个警察受伤，府院嘛大力谴责。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政府依护公权力的决心甲做法，无容忍受到任何的挑战。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强调讲，集邮法会当讨论，不过袂当攻击警察。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集邮法的修法是说可以攻击警察。那法律保障各行各业，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保障警察。警察是保护人民的，所以法律必须保障警察。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决心跟做法，不容受到任何的挑战。台北地检署今仔日早起证实已经分案侦办，而且甲黄国昌来做被告，无排除最近传唤移告案说明。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警察是照伊的职务依法来处理。不过嘛强调讲，这件代志上根本的原因是大问题去用羁押1年。为人权的角度，会当理解民众党的支持者是安怎要行上羁押路。从人权的角度，我可以理解民众党的支持者为何走上街头。我也支持民众党呼吁各界保障柯文哲前主席的人权。过去高喊要废除集邮2法的民主进步党，现在要用集邮2法来追杀他们政治上面看不顺眼的人。我只有一句话：赖清德放马过来。针对民众党立委的指控，讲惊头迄一天有高层下令，只要警官若放人下过障碍物，这个官就免做啊。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出来驳回。现场指挥官这是守土有责，他的本分的职责啊。事实上也没有任何长官给他指示说，如果有退后啊，如果有被冲进来就要把关，没有这回事啊。咱也目前移送几个人。李世豪跟他讲，中正1分局局长找伊带干部甲检察官报告进度甲内容，会以检察官的指示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一只工作船伫8月31号伫金门的外海去赶着中国渔船的渔网啊，工作船失去动力，佮互对方围起来要求赔偿。落尾海巡介入，双方和解。也毋过专家是认为讲，咱应该着爱重视两岸伫海上一寡灰色的地带，嘛爱强化咱国船只甲海巡互相联络，佮应变的能力。半暝海面互电火照甲真光，这只台湾的工作船甲中国渔船会甲真晚，气氛一时真紧张。本国籍船舶缴到中国渔船的渔网，本台这边接获通报。这只由中华电视委外的工作船原底去金门海口进行地形的探测，想袂到伫8月31日，无细地甲中国渔船发生假网的意外，并且失去动力。一时间是互对方动力讨赔偿，加在海巡到场协助，双方落尾是以民事和解方式解决。透过无线电，驶进现场的中国海警表示，案属船舶海事纠纷，双方已达成民事和解，请勿对我船舶进行任何干扰。今年中国渔业休困的期间，对5月初1到8月16，不过过界线掠鱼情形也是常常发生。5月到8出现中国海警船从入来咱国的经济海口，赶走咱10多只当咧作业的偏乌渔船，互两岸更加紧张。7月由偏乌的渔民发现大阵的中国铁壳船伫海上作业，煞无看到中国的海警执法等等的事件，落尾拢变做需要两岸的官方力量来介入。这个挑衅。一方面会让我们的海巡为了要护渔，或者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相关的船只，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一个心力；二方面也会让中国它这个食水滋味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在海上滋事的灰色地带行动的作为，来进行恶意的挑衅。王志强表示，这款的民事纠纷，无排除中国透过模糊地带侵扰，挑起咱国的海上执法力量。这种的海上压迫行动，伫南海早就常常出现。即马金门、厦门的水口也常在有相像的情形。咱国应该强化咱船只甲海巡快速联络，又有应变的能力。公司新闻参报道。
再来看回台执行长林芬顶个月底向阳飞来台湾一日拜访台积电哦，传出讲伊是为着要替美国总统川普团会施压台积电，要爱因分一寡利润给美国政府。也毋过台积电飞会嘛强调讲，黄林芬哦是受到邀请来演讲的，因为回答个超美拢已经同意讲要甲 AI 晶片卖到中国15%的利润给美国政府，同款卖当伫中国市场趁钱的台积电会安怎来应用？嘛受到注意。顶个月底，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当时伊表示要为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庆祝生日。不过有消息传出，黄仁勋来台湾是要替美国总统川普团会，叫台积电分红给美国政府。台积电飞回讲，黄仁勋是应邀到台积电来内部演讲。台积公司甲美国政府拢有真畅通的沟通管道。对于台积电而言，它就只是一个中间的晶圆代工厂商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商品要销售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说，川普如果真的要要求台积电进行分润，我认为这个部分是属于师出无名，而且几率不高。消息传出，川普政府除了向回答要求，要投放25输往中国 AI 晶片的营收，成为前湾大工厂的台积电敢会当做无输能力。另外，还有科技业人士是讲，川普政府虽然无入股台积电，不过川普可能还会继续出招，包括半导体关税协议问题，也加甚至分割 Intel 的制造业务。甲美国客户甲台积电有入股，再个要求提供技术转移。国家美国政府已经透过晶片法案补助89亿美金予 Intel。万一营收无好，川普政府是不是又会把目标转向台积电？中长期来说，川普总统还是极有可能会邀请其他的一个业者，也同步的都是入股 Intel， 那么也当中也可能包括台积电。那这个部分当然对于台积电在整体的一个营运上，当然会形成比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根据 TrendForce 上新调查，台积电第二季伫全球的晶圆代工市占率已经头一届达到70%，头人的地位徛真在。要安怎避免美国的销售，恐惊这牵涉到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规模甲进度。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共投资成立台湾智慧电能公司的总经理陈一玲，因为之前伫公部门涉收乌钱，嘛已经互解聘了。中共工会早起是去总部抗议，伊是质疑讲中共配合中央风电能源的政策，本业已经了真侪钱了，又搁开大钱来投资。工会嘛质疑讲台积电的治理是乌想，要求爱彻底来调查，嘛要求讲爱退出台积电的经营。中钢不当冤大头，退出台积电。工会成员初日廿8日组织伫中共的总部进行抗议，都惊中共去年10月因为经济部要求投资成立的台积电，会甲过去同款配合风电国产化，转投资兴达海基，煞赔64亿，真假力。不适合投资，中钢不熟悉，风险过大为由。为什么去年的时候突然态度大转变，由中钢来发起成立？这是让人有疑窦的地方啦，说实在是让人有疑窦的地方啦。那第二个，经济部主导中钢来做的一些投资案，中钢都是以惨败收场。工会今年1月就要上北进行抗议，这个台积电计划统一买25年，逐年40亿度，总额有5900亿的绿电，恐惊是拢填落海。即卖又搁逼出台积电总经理陈玉玲担任经济部立推中心副执行长的时，涉嫌收乌西。虽然台积电赶紧甲伊洗头路，有外互工会袂安心。钢铁产业整体的景气其实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中钢员工的产销奖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拿到了，所以对于大家的年收入来说是下降的。那当然，我们都希望中钢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可以谨慎投资。工会这期钢铁业已经真市惨，互中共了解系列的，佮加上台积电成立佮营运拢无透明，个人涉及备案等等的问题，呼吁中共退出台积电，并且交陈情书互南北两党，也有中共的独立党书。都是泛公股的事业，但是呢，就是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搞得我们的台电，搞得我们的中钢，到目前为止都已经不是我们的模范事业。面对这期，中共回应，敢若持股12.5%，无主导台积电，投资是应用公司绿电来源多元化政策，要为绿色转型提供长期稳定的绿电来源甲减碳效益。也拿台积电买电卖电的合约，都由外部的律师甲会计师来审看，已经建议台积电启动外部的科学程序，对内部的作业进行检视，确保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再来看嘉义县议员蔡正宜过去因为涉一帮假球备案被判刑，最近检方又去查到讲伊涉洗钱案。这里伊要出国的时，伫桃园机场红领起来移送桥头地检署。检方表示讲，伊涉协助非法的跋筊集团跨国洗钱，不法的金额是有200亿。昨晚甲伊声押，桥头地方法院嘛按算伫下晡2点半来召开羁押庭。议员，你是冤枉的吗？在伫警车顶移送地检署，现任的无党籍嘉义县议员外号何美娜的蔡正宜，今日洗钱争议，检警展开搜查约谈，走去通机场掠人，伫伊出境前躯体成功甲人抓落来，经过检方核实了后，找伊半暝，互人声押禁见。蔡某涉犯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条例、加重洗钱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本案初估洗钱金额达新台币数百亿元。50多岁蔡正宜今年6月押出牵涉嘉义一件供电弊案，互人指控洗扫恐吓供电业者。虽然伊否认涉案，嘉义检方嘛还搁咧调查。即卖伊搁互桥头地检署掌握证据，怀疑伊涉嫌协助非法跋筊进行跨国洗钱，初步估计洗钱金额达到200亿。过去我所犯的错，已经也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次我决心参选，重新做人。捌伫参选期间，话讲要重新做人，蔡正宜就是2009年中华职棒假球案的幕后主谋。伫服刑期满出来了后，3年外前高票当选议员，即马煞风波不断，即届嘛互人依照洗钱等罪嫌侦办，检方持续伫查清楚。记者采访报道。工业总会发布2025年工总的白皮书，理事长是表示讲，伊昨日有甲新任的经济部长金明兴来对谈，建议讲应该要全力来支持国营事业扩大类似。金明兴伫今仔早起嘛去台中甲产业来交换意见。工总理事长潘俊英调一任苗红城顶拢到场。9月初2，工总发布2025年工总白皮书，予政府政策建议。不过时间拄啊伫内阁改组过工，工业界头人对新任经济部长金明兴充满期待。我给他3个建议：第一，要把国营的事业全部发动起来，国家要带头来投资，因为这种冲击啊，我们国家要先自救，要先把国内的内需发动起来。面对国际局势，关税汇率剧烈变动，2025工总白皮书特别伫国际经贸建议，包含因应川普申请伫谈判过程，更较重视国内沟通、纾困加辅导转型，希望做到位，避免台美双重课税。另外嘛，建议积极维持全球经贸关系，加强化台湾贸易力量，降低进口冲击。我们呼吁政府应该加快、加大对受到冲击产业先予纾困，这个包括呢，补助企业的员工薪资，降低企业裁员或者是甚至无薪假。当然，随着物价的水准变动，适当的调整是合理的啦。那至于它的公式要怎么计算，那恐怕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包括最近工资定价2大审议会9月拢会开始，成本也增加，是毋是造成企业更加重的压力？工总表示，普遍支持起薪水维持民生，也是定价是毋茫卖起。新任经济部长景明兴嘛同步伫上任的第2天，到前往台中参加产业座谈会，外界持续伫观察新入阁员所带来的影响。记者采访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推动转型正义，开放民间来申请设有转型正义的场址。发生林家血案的林义雄的老厝，即卖义工教会是头一个申请通过的场址，未来会设纪念碑，特当上无得爱举办一场相关的活动。1980年2月8日时，伫台北发生林家血案，林义雄的老母含双生查某囝，互人刺杀过身。这个所在即马是义工教会，经过文化部公告，正做有转型正义意涵的场址。这嘛是国家人权博物馆4月公告实行推动民间设置有转型正义意涵场址了后，头一个通过审定的所在。场址即个布置，还有遮资料整合阮嘛讲每一届来参加的人会当了解这个历史，嘛提醒咱伫这民主顶面自由的重要性。
其公告会表示，虽然当年因拢会举办廉价马孙的对书礼拜和纪念政治受难者，不过因认为有政府和人权馆的协助，才通互民间这寡转型正义停止通有更较多资源来保存历史和推广人权教育。人权馆表示，只要有符合作业要点，包括通作为人民抵抗威权、反省威权统治的所在等等，民间都通来申请。那要推动一些教育推广工作，我们会希望他办一些小旅行。跟一些讲座，高雄的科技化故居，还有就是台南的汤德章故居，他也问了，说是不是也能够成为具转型正义遗憾场址的一个设置。人权馆表示，场址有经过会勘审议和公告通过以后，未来会设置纪念牌，而且当年尚无爱举办一场历史场址解说讲座，也是导览，希望互民众除了了解历史，莫通知影维护人权和转型正义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距离大地震了后，内政部特当的9月拢会办国家防灾日咯。内政部今年是以琉球海沟大大地震来规划连续3天的防灾演练。9月17到19会伫宜兰甲新北市举行。9月19阁有全国性的演练，望可会当来提升全民的防灾意识。日本3.1大地震引起海啸，规片家园居民拢放假入去海泳，真紧互大家心惊惊。特当的9月2日就是台湾的国家防灾日。内政部今年规划灾害真紧是琉球海沟发生规模8.5的大地震，进一步引起大海啸。演练会伫9月17到19这3天进行。演练救灾地点就选伫宜兰和新北，到时会出动全国的消防来进行防灾演练。有2个场地，一个场地在我们的宜兰的运动公园，另外一个场地在我们的新北市的新庄公园。学校学生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些包括防灾市居民，他都会配合我们整体的演练，然后去加入。另外9月19要安排一场全国的演练，透早伫9点21分气象署会发布全国的地震警报，9点30分阁有海啸警报，到10点59分特定的电视台就会开始直播放送灾难的现场，互民众随时拢有防灾意识。国中小学我来做一些地震演练，伫差不多9点半的时阵，我会发海啸预警。我们防灾工程能够做得好，在土石流发生的时候，那这个部落就不会去受到这个土石流的相关的侵袭。这届全民会也会伫9月17防灾日进行，安排人力去到全台741个关注民部落，巡视排水沟和冻水壁，防治水崩山。政府强调，希望透过中央、地方、民众3方的合作，提升全民的防灾意识。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昨是指控讲，美国派出8只军舰，搁载1200辆飞弹，搁有1只核子的惨水艦幕。马杜罗形容讲，这是过去100年来南美洲面对上严重的威胁。不过美国是回应表示讲，大规模海军部署主要目标是要来打击拉丁美洲的毒品集团。针对美国8月底伫南加勒比海和西科利亚的海域大规模部署海军舰艇和飞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9月7日伫卡拉卡斯召开记者会。8 barcos militares con 1.200 misiles y un submarino nuclear apuntan a Venezuela. M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usted tiene que cuidarse porque Marco Rubio.Quiere manchar sus manos de sangre, con sangre suramericana, caribeña, con sangre venezolana. 马杜罗阁讲到，这是过去100年来南美洲大陆面对的上大的威胁，而且强调这种局势较早毋捌看过。美方表示讲，这项行动的目的是因应拉丁美洲毒品集团造成的威胁，全部甲打击毒枭列作是政府核心目标，透过切断毒品犯罪和人口走私的来源，来减少非法移民，加强美国的边境安全。委内瑞拉对美国的讲法是真无认同，否认讲因这个含领导阶层是主要国际毒品贩运的关键角色。
Vamos a luchar si ustedes se atreven a poner un pie en Venezuela. 今年8月初，美国已经把针对掠到马杜罗的奖金翻倍，增加到5000万美金，而且需要有会当甲逮捕，而且会当指控伊涉及毒品贩运，而且和犯罪集团有斗抗的情报。虽然美国海岸防卫队和海军舰艇是定伫南加勒比海的运作，但这摆集结的规模是明显比较早拢大真侪。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几个月初是愈来愈重要，进度较落后的欧洲国家最近嘛正积极伫开发太空发射场，有真侪国家的太空机构就选伫北极圈来开发，望过当甲美国、有中国、甲罗西亚来竞争。欧洲伫太空科技的领域，其实算排真头前，包括几个国家合资的空中巴士集团、法国的阿里安集团等等。无论是卫星、太空船到载火箭，拢有真好的成绩。不过，无论是太空火箭发射的次数，或者是太空事业的投资，欧洲甲美国、中国、罗西亚等等的国家来比，要差真远。All those apps and all those applications that need data as a base, so there is a huge growing need for more satellites in orbit. We will go from 8,000 to 55,000 satellites until 2030. So that is a booming market or business opportunity, and we want to be in there. Europe doesn't have a launch base which is in continental Europe. So now there's a lot of sites popping up or trying to come up. We have Norway, which has their base. 挪威的安多亚发射场伫偏远的北海外岛。因那瑞典的太空发射场是伫北极圈北部，真罕有人行脚到的森林内底。Maybe the biggest change of recent times, space for security and defense, and this is certainly the context in which all European action has to be seen. 对欧洲国家来讲，伫地缘政治甲经贸关系持续变化的时刻，太空事业的规模若缀人袂着。对欧洲国家来讲，有危机的感觉会愈来愈大。瑞典甲挪威加速开发高纬度的发射场，都是上具体的表现。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过来消息哦，过来看南投县政府统计8月入职的人口，甘若剩9593个人，所以公所提出奖励，从户口到入职晚一档哦，一人都5000块的礼金。南投县一指定过去8户人选做全国10大观光小城，不过南投县最近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人口外流、人口数直落，其中一指定是目前人口唯一无到1万的所在。一指定公所为着鼓励民众搬来入职，即马开始到明年5月31期间，只要甲户口迁到入职，而且到明年8月31拢无刷户口，就发予每一个人5000块的礼金。政策是引起民众无共款的意见。毋是咱遮的人啊，拄啊工课，拄啊伫咱自治镇遮工课，拄有即个活动吸引我。来刷来迁入咱自治镇。我本身是一级在地人啊，所以这5000对我来讲，看会到，听袂到咧。住在南投的民间乡，所以我觉得如果还要再迁进来的话，有点更麻烦。南投县选委会表示，根据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人口1万以下，向定名市民代表袂当超过7人。另外，因为在违法的关系，人口无到1万，来自中央和县府的补助嘛变少。一指定公所指出，希望用礼金吸引人来遮设户口，鼓励偌济人搬来遮，感受遮的宁静味。在人口1万以下的时候，那个代表席次不得超过7人。来遮大一站嘛，大，比如讲，那到底来讲真正适合，我们也欢迎他那个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常驻在我们集集。一指定公所表示，明年9月就会开始新查，上紧明年12月，符合规定的民众就会当摕到每人5000块的礼金。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来看行政院主计总处发现讲，花莲县政府针对公庙、各有社团的补助，其中有2成的申请哦，拢是较五路的活动。另外，监察院的新计划嘛已经连续第4档，针对花莲县政府民间社团的补助扣分，要求爱检讨。公庙礼小民间社团的活动，这拢是受花莲县府补助的项目。不过，这寡补助即马互行政院主计总处调查，30件有6件是伫县外、县无、年期、年款等等较5路的活动，这敢会当得到补助，引起争议。社团补助款以及宗教活动补助款过于宽松，而且偏娱乐性。你到底是怎么样来审核这些跟你申请活动
计划补助的这些团体，然后你到底怎么样给哈？然后否则怎么会是连续4年造成这样子扣分的现象？监察院审计署也对花莲县府的民间社团补助做出考0.5分的评分。逢检讨的项目包含112年民政处所核定的一贯道112年新春期好甲在地表演活动，社会处的112年花莲县志愿服务、外县市观摩活动等等的6项，逢考分县府表示尊重。作为于宗教信仰上的一个文化传承的活动，我们一般都会审查它的相关内容，作为一个审查的依据啦。那审计师如果是认为我们这边有过于宽松哈，我们会往后会依相关的我们的作业要点来做一个加强。因为这已经是第4年连续受到扣分，县府表示会检讨，不过强调有真侪补助的社团活动拢有伊的社会功能性，并不是申请就会当过关。其实说我们是要鼓励，就是社团呐，他们就是说有社会参与，或是有一些社会功能性，会不会被影响，还是要看个案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补助原则，那再参照审计师的意见来做综合的考量。另外，花莲县府核心计划提出检讨的阁有基础建设的进度上班，去年度整体社福的预算是超过支出，公务系统官员出国考察的比例甲经费是有较悬，希望县府会当提出检讨的报告。高市新闻采访报道。之前高雄的码头山有一只梅花鹿，被规定的龙洞犬攻击。发现的是，这只梅花鹿已经死了。在地人讲受人固定在饲，所以这只狗仔就愈来愈大阵，会遛人，会遛车。民众嘛真烦恼，讲会受到攻击。互几落只龙洞犬攻击的梅花鹿落落水底海，民众想要阻止，嘛烦恼去互狗攻击，唔敢活。梅花鹿家己脱逃离开，煞伫3月1日下晡，互民众发现已经死亡。所以就变成最后好像有大概10来只吧。梅花鹿的身躯真侪伤痕，死亡地点附近出现狗仔甲鹿仔的脚印。龙洞犬规定伫码头山困扰地方超过3年。那个一群狗10几只就冲过来啊，把我那个小朋友。跟那个咬啊，我赶快扑过去啊！大家都有检举，也有跟他上法院，没有办法改善，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也互拉力去互龙洞犬咬伤，社区居民认为弃养甲饲养是主要的问题。那也不是只有梅花鹿啦，还有白鼻心嘛。那你看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我觉得它已经是造成很大的一个隐忧。好好的来对话，而且好好的面对真相。从源头管理到末端的减量执行的这些真实的量能的状况，否则两方无止境的谩骂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市政府连续几天拢有放掠狗笼仔，这几天嘛派人加强围掠。不过动保团体认为，龙洞犬处理态度应该爱同款，袂当干那中央立法地方煞无严格执行管控，嘛建议动保野保团体透过对话找到较好的做法。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大理燕麦场粪扫墩34万吨落未满咯，因为焚化炉的改建延前，卫生的问题是真使人烦恼。多环保团体建议讲，应该爱先推动使用收费的粪扫袋啊，安尼就会当减少至少2-3成的粪扫量。画面内底这粪扫是已经顶到5层楼悬，涂骹的垃圾水袂输变做一条河共款。台中市大理坑台场内底有34万吨的粪扫，已经用要满啦。当地民众烦恼卫生的问题，担心就是如果溢出来就比较不卫生，蚊虫就比较多了。它总计的这个设计量是499万吨那目前只剩下2万多吨，它只剩下0.5%，也就是它已经台中市整个已经满到99.5%了。未代表示，目前大理坑台场粪扫的量，毋那是全国上济，目前敢若剩0.5%的空间尔。未来8年，还阁会放48万吨的粪扫入去，至少要2042年才有法度甲清了。加上本山焚化炉改建的工程有去前着，台中已经是全国粪扫危机上较严重的城市。环保局强调讲，大理坑台场是焚化炉每一年咧维修检查的时阵，暂时抗力甲调度的作用，平常时拢有咧运用。文山焚化厂太古换新的工程，今年就会顺利决标，按算2029年完工，到时就会当大幅度减少大理坑台场粪扫的量。炉体，它假如说能完成去建造的话，将可提升整体的垃圾处理量的，那届时可让大理理埋场的这个部分大幅下降。随袋征收这个
政策落实上面，让它变成一个全台中市的政策，相较其他县市，其实台中市是很有条件去来做这件事情的。环保团体认为讲，台中市九公区早就已经推行粪扫的费用随地征收25年，嘛减少2成至3成的粪扫量，应该赶紧推行到规个台中市。而且参考中华县实施严格，甲地下开渠来稽查，后面将有粪扫减量的观念，才会当真正来解除粪扫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为着要解决台湾大道塞车的问题，推动市政路延伸的工程哦。其中工业1路到安和路段，今年的5月底才通车。也毋过最近哦又过得施工，有民众就质疑讲施工的品质真歹。市政府是解释讲，是因为连续的落大水雨，路面哦才会袂平，会赶紧来修理好势。全新的路，但是几下个所在拢出现施工围篱。我过去看，路边红大面积乌条，下骹出现红蒙头的风站，顶悬下骹差几公分。当地居民讲，这条路才通车无偌久尔，即马搁在施工，工程的品质可能是有问题。当然，如果是新的道路，如果施工品质就要改善了，就要注意这个施工品质。道路品质不好的话，你如果有坑洞、凹洞什么的话，可能就容易造成意外吧。为着疏解台湾大道在上下班的时段一定会塞车的困扰，市府是积极推动市政路延伸工程。地标的市政路对工业1路到安和路段，今年5月底才办通车，但是才过3个月，新的车路就开始凹一个补一个，至少有4块区域，防微离的凹路，毋若经过的车爱一直变换车道，公共建设的品质嘛受到质疑。除了要究责施工厂商的问题，然后还包括建设局啊，你整个的验收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可以这样品质这么差的路可以验收？因连续好大雨影响，导致地层含水量较高。为了维护路面的平整度，本局已责成施工厂商于保护期内尽速修复改善，预计本周全数完成。台中市建设局解释讲是进前连续落大雨，才互车路纳落去，相关改善作业拢是保固范围，是厂商办理修复未增加市府的支出。施工期间已经配合做交通维护措施，除了提醒过路人经过这爱减速以外，接落来嘛会持续监督施工品质，确保车路的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县的六卡乡，有民众伫水沟啊捡到一只龟，龟壳是互塑胶套啊钉条的，龟壳拢已经变形了，是互人真唔感冒。嘉义大海教授是表示讲，这证明讲咱人若乌白蛋粪扫，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它被这个塑胶套保特瓶可能缠好几年。是保特瓶吗？对，我把它剪开，用胶刀把乌龟身躯顶面的塑胶套掏互开。这只乌龟因为当时刚好塑胶套啊箍掉咧，所以龟壳已经变成一条白的乌路。嘉义大学的教授讲，这种乌龟是台湾原生种的绿地乌龟之一，龟壳会安尼变形，表示塑胶套啊伫乌龟的身躯已经真长的时间。我们台湾有5种的延伸龟类，那这个斑龟是我们台湾的5种延伸龟类之一啦。那种体型看起来至少10岁以上应该是会有的，大概3到5岁的时候，这个时期啊比较可能在穿着的时候穿进去的。这只乌龟是民众我厝附近的水沟啊捡到的。民众表示，就这个机会，除了救动物以外，嘛顺续甲囡仔环境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我们人类乱丢垃圾，然后导致它有可能小时候贪吃，钻到这个里面去之后，然后就爬不出来，然后一直伴着它长大，从小只乌龟长到大龟。应该到5到10年，大概30几公分的那只乌龟，对，可能已经被它束缚10几年的10几年。嘉义大学教授表示，这种乌龟的生活范围甲咱人相远，所以自然环境当中的粪扫对这种乌龟来讲，嘛较会造成影响。要避免这种悲剧一再发生，就是咱家己爱重视自然环境，才会当减少咱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已经有72栋历史的屏东美术馆哦，去年有办奈良美智的展览是真轰动。也毋过美术馆上旧了，公所7月开始要来翻新，嘛按说讲年底哦，就会当重新来启用。最后补强部分就是再把它加强加大这样子。馆长带记者看。条仔红门头卡条爱加粗，修装饰因为漏水严重，涂骹囥过来的桶仔，外面的壁边嘛看会到水痕。这栋屏东美术馆已经有72年的历史，因为结构旧后，阁有漏水的问题，官方决定趁这摆整修做伙处理，让展览空间更较安全舒适。整改电压、考生，そして丰富
でここ屏東にやってきました。屏東美术馆伫今年5月展出奈良美智的特点了后，就暂时休馆。7月开始动工，进行内政补强和内部修缮。屏东市公所表示，这摆整理经费超过1200万，大部分是中央补助，不足的部分由地方负担。不过施工单位把美术馆门口的钉仔直接卡掉，引起破坏质疑。强度的部分经过土木技师鉴定结果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堪用，但是呢有疑虑的。前面的那个我们的主要出口那个地方，是因为年代久远之后有坍方的状况，所以在这一次建筑师就一并把它做那个整修。屏东美术馆以早是屏东市公所的旧厅舍，民国42年开始启用。这摆官方请地动专家鉴定了后，发现内真无好，有安全疑虑，才决定暂停开放。市公所表示，原本按算伫11月底完工，不过受到雨季影响进度，目前会延到12月才重新对外开放。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彰化市有一间对日本时代开业到今做大米、佮兼卖塑料的老店。旧年7月拢会穿普渡拜拜得用的豆皮莲花。这款豆皮莲花是真高工，做一蕊上无爱2天的时间所以即卖跟愈来愈少人在做咯。咱做伙来看卖。伫菜车内底塑料店有卖大米、米笋、侪豆仔做的物件，但是详细看，这豆皮形体真特别，是一蕊莲花，搁有猪骹甲佛手造型的豆皮，是店家伫过年拜观音或者是旧历7月普渡过时阵才有传的物件。哪会知影才有咧卖？这个自己都不知道，专工来买。因为我购买这边比较多。普渡拜拜，当传素食的，好，我头一届看拢唔捌看过，头一届看过，感觉真特别。店头家表示，做一蕊豆皮莲花爱先熬豆皮加花瓣，等打扫成型，搁落油鼎煎过，花蕊才会天开，上无爱2天的时间才会当完成。因是为日本时代开业，就一直传到今。以前人无物件通食吼，拢会想讲用豆皮来做花，来做猪骹，来去做无共款的物件，因为这是咱的心意，用因有的物件去变物件出来。这几年来愈来愈少啊，因为大部分吼，大家拢敢叫庙人去传啊。较早先人来到遮的时阵，有带来一个信仰，咱一般叫做菜堂，主要人叫斋教。你拜拜的时阵，你家己无食草的，所以咱就委托遮的做豆仔的厂商来帮咱做三星的形也是讲拜拜的形。文书工作者指出，过去中华菜场的信用振兴，也带动食素食的发展，演变出侪豆仔类的食物。然而，即阵因为大家普渡风俗的习惯改变，加上做豆皮莲花真高工，目前已经真罕咧看。店头家就表示，因会坚持制作，就是希望会当保留这门功夫，嘛要传承在地普渡风俗甲食食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中秋要到咯，台北市政府帮42个民间团体庇护工厂，因推出的中秋礼盒来做宣传，望讲民众会当来选诚心障碍者的产品来送礼，兼做爱心。中秋节伫要到啊！中秋送礼商机真大，市面顶悬有真侪中秋礼盒。除了大品牌，台北市庇护工厂嘛，甲42间民间团体合作，推出真侪无共款的中秋礼盒，有鸡卵糕、酱料、咖啡等等，这些产品拢是身心障碍者手工所做的。一起来响应跟支持，可以让我们的庇护工厂可以稳健的成长，让我们这一些非常努力用心的。伙伴们可以因为大家的支持而成长，继续茁壮。庇护工厂的经理表示，做庇护工厂的初心是希望让身心障碍者有工作机会。庇护工厂是一个让因发挥能力的所在。伫庇护工厂内底上班的员工嘛讲，上下班工作的过程，让伊感觉真欢喜。从产品力啊、风味啊、食材都不输市场上。欢迎大家，如果同样要消费，这盒礼盒有新意、有意义，我们可以选更有选择的、更好的、更有社会价值的消费。开心，我有做柠檬蛋糕，要抹奶油，还有要脱模倒果汁。
为着鼓励企业甲民众交关庇护工厂所做的中秋礼盒，市政府嘛有设一个微笑上城的网站。市政府表示，交关庇护工厂的产品，毋但是认同身心障碍者的拍拼，嘛是支持因上好的行动。记者陈新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台湾各地各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恒春半岛部分所在会落短暂的阵雨，过道的西部地区，阁有一寡山区，嘛有可能会落短暂的雷公雨，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